反正若以台湾过去路来行，可能前几只真苦。但是咱即阵少年要吃真正苦，吃少。高市的这期叫外省到台北，车开了要速度3点外省到台北。过去这年伊若要去到台北较前，爱开偌久？上少开8点钟，开迄个公路。今年若去到泰国，我泰国好啦，我老爸小时候泰国好啦。曼谷到清迈爱700多公里，爱20点钟。24条东北路开到清迈爱1000多公里，爱开12点钟。甚至呢，离曼谷到清迈爱10几公里，这拢爱开2点的路。有一日，我一届过过完的时阵，我离泰国打倒，安尼就是移民助理，我打去泰国，伊就即时和太太2个人开在车，伊就为着清迈要上班一班，清迈哦。爱开2日路，伊后面太太坐了以后，我开始开到半路，去道路上大大咧，地角开到清迈，到的了，结果是开去咯，会去8月，该谁人开哦？这种的物件，我嘛是敢想讲，其实确确实实这种使命，以这种责任的力量，确实老老真正有一个咧讲较简单的物件。当你受到种种不对的时阵，你会保持着这个韧性。咱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有足侪不如意，有足侪袂好势，有无？下面那好，大家会出现问题，出现问题。有点在打不来习惯啦。其实，咱来承认，你的身躯若有问题，有病，食药反应的；身躯若有病，食药反应。身躯若无病，食药袂反应，但是健康是要怎反应？咱真正认真的来验你咱的身躯，真正若你真正的幸福了完，你认真守时的，真正这物件，但是迄就是要你消除这业，要你消除这业，迄是因为你要消灭上好机会。毋管你甲当作是啦考验，咱甲当作是啦，我本来就无我当你处处就是一个地方。本来他无，但是想到考虑错问题，这叫做观念，这叫做看法无够，地位无够，所以甲当作是啦，当作是歹，其实迄是好的。所以呢，这两日有一个人吼，我记迄个叫高升这个8年啦，兼一个道生，迄个道生是安怎？迄嘛是道生啦，伊伫新营啦，迄个七哥啊对。我嘛唔睇人写迄个，伊讲哦，伊有啦吼，台上几只，伊分一台哦，伊讲哦，因为伊的土地，伊嘛开过10几条，迄个狗嘛开过10几条，甚至呢，迄个马伊嘛开啦，含人伊嘛开对啦，安尼啦，伊讲水啊，地我背袂了啦，我含水马伊嘛开对啦。咱有一日当中，因为迄个人快去上路啊，迄个水路过，水路我大车水路啊，因着用钱去买只水路啊，就来去跳。只水路啊买着了后，无人敢开，嘛无人开，伊就开看我来开，所以咱变成本来讲规只水路啊，猫咧，猫咧水路，我外手啊变袂开啦，安尼啦，倒来了。5万有钱啊吼，安尼，伊讲当起只落到倒的时阵，入来啦，来，你刹那目睭，那属于你就对啦。我一看就甲惊死，伊讲自着台只水路啊过来，伊嘛咧看，但是伊后壁我生产差不多，你只水路啊过来因顺从甲因这个20几岁，生出来，这是一个好，就是讲伊当时。这是路，马路比这是台地，因怎不开始把这是台地，这个台地就是伊当时给伊个抢，因做起来好的时阵，结果的时阵，迄巴肚，迄脚车听啦吼，迄胃啊一轮，你敢捌看过马路啊？捌看水路啊？捌啦吼，迄一
万，因为祖囝啊，真正叫咱钱，你把卡车遐啊1万，因为祖囝生出来要30几万，你是拿得了。但是迄个来求道的时阵，因为祖囝伊要求啦，伊来求道的时阵，因祖囝求道的时阵，求道了，因祖囝足欢喜。伊嘛讲，迄只水路啊，甲咱一个道亲，伊有经验咧，甲讲，迄只水路啊，摕天气来。当伊咧求道坐咧边啊，求了伊甲伊讲，伊要去向咱做水啊收听啊，伊要离开即个祖囝啊，但交代爱对即个祖囝较好，袂使对即个祖囝啊无分。当伊迄个时阵，咱有发现影间的当中会手会困倒，伊就甲问讲，手啊，你敢摕过狗？我甲狗，我摕过10几只，毋知8只块，伊拢安怎摕？安怎摕？要大标的对。伊讲迄个当中要求道的时阵，含迄只老的，迄只乌狗足水的，为啥毛够水？建议你去钓够水，安尼钓。迄个我一只回落来，一只迄个乌狗，你会见。咱蔡经理你伫要玻璃来求道，我当车给我回来起一条。我就会线条，我甲蔡经理讲，蔡经理伊若真正要互伊点，你讲8点，伊讲8点的吼，老师把我负责。讲你吼做代志做业做事，我老师担吼。因为咱前日甲你讲吼，咱袂使点2点望2点，点了到底当中有阵时咱的业拖袂离，安尼对。蔡经理说，听我后边有一条，不见面了，不会了。有人伊若真正要来负责编厂，我咪甲讲，我请示阮负责看下，对甲讲，阮负责人讲吼，你今仔日若要来请，要来求道，一定要食3个月青菜。这3个月食的通袂打来，人就通袂到，不算，安尼对。我看伊一定无可能，伊有可能食3个月青菜。安怎讲？一支喙的槟榔啦，吼，迄槟榔是迄。槟榔叶啊，甲槟榔叶啊，你听，伊是食迄个槟榔叶啊，头脑来包迄个皮啊，安尼无法度讲。佮接落对开始目睭开甲免困，无离开迄个槟榔，一支喙，若要甲看着，无看着喙齿啦，无看着喙齿，但是伊拢无咧退出来，我拢困落来，伊拢就太过样困落来，你再你无想要改。但是咱规矩这方面，多少个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迄个时阵，我怎讲？我唔记得个，咱修完都注意嘛，有意义。东方保护己不提，该赚，该有我买，因为这产业真太大，所以唔是咧讲，甲请我来去，老师就要负责。若安尼老师甲你答应了。所以呢，现在当中快马加鞭，哪边演戏剧？因为咱老师这个高分，这个话咱用的这戏。